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一般咱咧困的三种姿势。台语安尼写：困摊起、困摊拍、困摊笑。困摊起就是侧睡，有起正手边的正摊起，甲起倒手边的倒摊起。啊，若困摊拍就是倒拍，就是趴着俯卧。困摊笑就是面朝上，困大字形。一般来讲，困摊笑身躯的重量平均分配伫个大面积，对龙骨有好的记载。记载就是华语的支撑。啊，上侪人困摊起，讲困摊起的时阵，颈椎、颈椎甲这个骨盘，乃当保持一个稳定的记载，安尼困摊起会是一个好的姿势。啊，若困摊拍就较无建议咯。因为身躯大部分的重量拢伫个胸部甲腹肚，会影响到呼吸系统甲消化系统，嘛真会造成腰酸甲肩胛头酸痛。啊，到底困啥物款的姿势上好咧？外国有一个健康网站推荐着向左睡，起倒手边的倒摊起，讲这是救命姿势，会当防困眠呼吸中止症。防抑切酸，提升着淋巴系统的循环，促进消化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困摊起、困摊拍、困摊笑，实在真趣味。